大家好，我係 Victor， 歡迎返嚟新生活。今日嚟到 Vancouver 最近最多人講嘅新地標 Oakridge Park。其實我喺開幕第2日已經嚟咗拍攝，不過呢，到而家呢，開幕咗差唔多1個月啦，反而更加值得返轉頭睇下，到底仲值唔值得去。咁就啱啱見完客呢，咁就順便經過 Oakridge Park 就諗住入嚟行一行啦。戴定頭盔先，雖則小弟呢從事地產行業，但係今集呢，只係我自己個人去到現場影低嘅第一感覺，絕無贊助，所有嘢都係自費嘅。咁就呢個係個 SkyTrain Station 啦，呢度就係 Crate and Barrel 啦，大門口就喺呢度入啊。Oakridge 對好多 Vancouver 人嚟講呢，一啲都唔陌生噶啦。以前 Oakridge Centre 呢已經係溫哥華西區一個好有代表性嘅商場。今次重新發展之後呢，成個感覺已經完全唔同晒，唔再只係一個普通嘅商場啦，而係想變成一個 shopping、餐飲、住宅、office 同 lifestyle 結合嘅大型社區。一入到去，第一個感覺係呢個地方真係同以前 Oakridge 好唔同。整體設計呢就比較 modern， 樓底感覺高，線條同燈光呢都比較有 luxury mall 嘅氛圍。我去嗰日呢係開幕嘅第2日，所以人流呢都算多。現場有一種大家都好好奇，想嚟打卡，想睇下新 Oakridge 變成點嘅氣氛。因為空間設計比較闊，行起上嚟呢又唔算太壓迫嘅。Oakridge Park 明顯係想走一個比較高端嘅方向，佢同 Retro Town、Amazing Brentwood、Richmond Centre 或者 Pacific Centre 感覺都唔太一樣。Retro Town、Amazing Brentwood 同 Richmond Centre 就比較實用 ，Pacific Centre 比較 downtown 商業區，而 Oakridge Park 呢就好似想做一個更精緻、更有目的地感覺同生活態度嘅地方。如果你係想 shopping、食嘢、飲咖啡、行下影相，Oakridge Park 咧係幾有潛力嘅，只不過現階段咧，成個商場咧都係慢慢形成當中，因為畢竟咧呢個 project 咧其實大概要去到2029年咧先要完全完成嘅。不過要講得誠實啲咧，開幕初期咧一定唔會係100%完整嘅。有啲位置咧可能未完全開放啦，有啲鋪頭咧亦都未 ready， 所以如果你期待所有嘢都成熟晒咧，咁可能咧你就會有啲失望啦。咁就睇嚟將來嘅酒鋪啦、BC Liquor Store 啦，同埋 Safeway 咧，都會喺呢個位置噶啦。去到 Oakridge Park， 除咗睇商場設計同品牌之外，好多人呢最關心嘅應該就係食嘢嘅部分。Time Out Market 呢個餐飲區呢，感覺就唔係傳統嘅 food court， 而係比較似 modern dining hall， 空間咁開揚，設計亦都好有氣氛。有成20間餐廳俾你選擇，可以慢慢坐低休息，食下嘢，飲杯嘢。慢慢感受一下 Oakridge Park 嘅 lifestyle 氣氛。不過以開幕初期嚟講呢，成個餐飲區呢都仲係處於一個磨合嘅狀態。我就留意到呢，有部分嘅餐廳呢就已經好快就將佢哋所有嘅嘢賣晒啦。雖然係咁，但我自己能夠買到嘅嘢食呢，都發現佢嘅食材質素都非常高嘅。整體嚟講呢，我覺得呢個餐飲區係 Oakridge Park 未來好重要嘅一部分。因為一個商場要變成真正嘅生活地標呢，唔可以單靠淨係購物，仲要有地方俾人坐低啊、聚會、食嘢，同埋同啲朋友慢慢傾下偈嘅。所以我會話呢 Oakridge Park 呢個餐飲區呢，而家可能仲未完全成熟，但係潛力呢係幾大嘅。另外 Time Out Market 外面仲有一個戶外中庭位置，呢個位置我覺得係同樣重要，因為佢令 Oakridge Park 唔只係一個室內商場，而係多咗一種室內同室外連接嘅生活感。天氣好嘅時候可以出去唞下氣，感覺係幾舒服㗎。同埋行緊呢度中庭呢，你會睇到前面有啲做 gym 嘅儀器啦，
同埋一路行呢，就會見到有一條緩步徑啦。現階段呢，都仲係有啲施工嘅位置嘅，咁希望快啲完工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有個完整嘅體驗啦。實用方面呢， Oakridge Park 呢最大嘅優勢呢，就一定係個地理位置啦。咁啊 Canada Line 可以直達啦，對 Richmond Downtown 溫哥華西區嘅朋友都算方便。如果揸車呢，就要留意停車同人流啦，尤其係週末啊同埋食飯嘅時間呢，我會建議第一次去可以揀平日啦，或者避開最繁忙嘅時間嘅。停車場方面呢，有唔同層數啦，同埋車位都幾多。而車位呢，就有叉電嘅車位啦，泊電單車嘅車位啦，同埋有啲短身啲嘅洗車位。如果你係好怕自己泊車嘅話呢，咁呢度呢係有付費嘅代客泊車服務嘅。而如果你自己係泊車嘅，但又成日唔記得泊喺邊嘅話呢，停車場四周圍呢係有 QR code 可以幫你揾翻架車位置。總結嚟講呢，我覺得 Oakridge Park 呢係可以值得去睇嘅。佢代表咗咧溫哥華商場同城市生活方式嘅一個幾大嘅轉變。不過以開幕初期嚟講呢，我會用一句説話形容啦，靚但係未完全成熟。你哋又去咗 Oakridge Park 未呢？覺得佢係溫哥華新地標，定係暫時仲未夠完整？可以留言同我分享啊！如果鍾意我嘅頻道，記得訂閱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